不都是比较厉害，那边就对了。那边呢？就那这个呢？带这个屋。练，练几练，给我的那才。我靠！呀，不是不错了嘞，这把背了完了。王家在王家吧这个。我啦，王家这个把你马多那打出来。这个把你不打工了。我原来就在干了。要回去，要走干嘛啊？回办理。我靠，好了，来，我来不拉回，老快了吧？原来的是，为嘛啊？那可开了，要二百块哦，不干那么不背。没事，过来，我去找。这个买几毛钱呐？把提了喂。没记住了。去拿。